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9月26日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增加8例带病入境，6个人是缅甸的境外生，无本土病例。明仔载公布头一批放零的防疫措施。南投观音爱乡83线公路14.3公里的附近，中昼时阵边坡向放弃，目前双向的车路是拢暂时封起来。美国有一帮火车伫个蒙大拿州附近败马，5只车厢变去，目前知影有3人死亡，未少民众受伤。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国内疫情即马是有较转好，指挥中心宣布今仔日本土是零确诊、无死亡的个案，不过也是有8例带病入境。另外，除了新冠肺炎以外，今年公费的流感疫苗是对10月初1开始注，会分2批来注射。不过，注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时间就要让7天。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搁再加零，也无死亡的个案。不过，指挥中心表示，离岛新增加8例境外移入个案，分别来自缅甸、印尼、加拉伯。缅甸入境的这个6位境外生，可能都因为年纪很轻的关系，都还没有接种过疫苗。那另外就是序号5跟序号6，分别印尼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的2位都各有接种过1剂的 AZ 的疫苗，分别是在4月底跟7月底的时候。随着国内疫情较厉，指挥中心有计27日公布放松的规划。对着有医师是建议讲，若是注射2剂疫苗，注射率达到80%，会用免挂喙암。秘书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全面无挂喙암，唔是对点的讲法。葡萄牙他们也打了84点多，那当天的的一个确诊也达到700多人，7天也达到5000多人。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这些戴口罩它还是有必要的。那当然说，如果要来开放这个口罩，那当然会从户外那还有一些那没有办法使用口罩的地方先来开。整体在做当然是要详实的疫调，跟病毒共存这是一种心理建设了那但是呢，我们在行政单位还是朝着清零来做。另外，10月初时是毋是可能会降级？但是中共也观察，到即阵新冠疫苗注射人口的涵盖率来到52.12%。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今年度公费流感的疫苗会分2阶段开始注，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人，在11月15第2阶段开始注以外，其他拢是在10月初1第1阶段开始注。跟我们的 COVID-19 在的疫苗在施打要间隔7天。那我们这次购置的公费疫苗总共是632万。另外，无订立第2剂，会在9月28配送给70岁以上的老人来注射。不过，未少人烦恼这个副作用伤强，也伫看。对此，但是中讲 mRNA 疫苗确实第2剂副作用会较强，而且若是有慢性病，而且有无稳定的情况，建议暂时先卖注。记者综合报道。欧洲国家输入法克关乎咱台湾16万吨的 AZ 疫苗，今仔日早起送到位。外交部甲总统府拢表示感谢。这批疫苗的期限是到10月底到11月底。指挥中心讲会赶紧来检验甲防检。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对29开始会配送 AZ 疫苗到各县市，互做过1吨 AZ 已经让10礼拜52岁以上的民众来注第2吨的 AZ 疫苗。欧洲国家斯洛伐克关乎台湾16班机 AZ 疫苗，2日早起6点17分由中型航空班机运送到台湾，各送去冷链物流检验防检。外交部甲总统府表示感谢，强调斯洛伐克是台湾伫中东欧的民主友伴。外交部对斯洛伐克政府以及人民慷慨的善意表达诚挚感谢。斯洛伐克是我国在中东欧坚定的民主伙伴，两国共享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两国的合作抗疫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把两国人民情谊紧紧相系在一起。指挥官陈时中也特别挂斯洛伐克特殊翠安表示感谢。这批疫苗效期到10月31，也到11月30，加上日本25关乎台湾的50万剂，拢总66万剂 AZ 疫苗，拢要互第2期做出来做。指挥中心也公布 AZ 第2期9月29开始分批配送地方政府安排。7月2日进前已经做第1期 AZ， 而且届满10礼拜52岁以上人拢应做。9月29配送下去，但是现在在县市政府里面还有一些疫苗的库存那开始来打
也就可以反正我们现在有疫苗，那就尽速的来施打。最近国际关乎台湾的疫苗真济，尤其日本已经捐390万剂。不过日本自民党外交部会长议员佐藤正久是伫推特有过也未结束，日本会继续提供必要的疫苗资源。立陶宛进前宣布，国加赠台湾将近23.6万剂，也会伫10月中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在无风无雨的天气，南投县人爱向83线公路14.3公里的所在，中昼12点外边破线双向放弃，目前双向的车路是拢暂时封起来，避免发生危险。这条83线25公里的所在，顶个月才打放过尔。但南投县府讲，因为当地地形的关系，加上天气热，土石袂堪你一时啊烧，一时啊冷，所以清在有崩塌的情形。按算会伫27早起修理好势，恢复通行。山顶的土石一直出来，隔偌久放落来面积是愈来愈大，后面就看到就是真恐怖。加这当时人车无经过，也毋过土石放落来情形，搁再来出现。伫老南投林爱乡的投83线，14.3公里的所在，新爱村往万丰村的方向，同样发生大规模的崩山情形。土石对30公尺悬，一直出来，范围大约是15公尺。因为双向路拢互砍掉咧，警方赶紧用封锁线给围起来。该处地点为阿万大风景区往埔里市区的要道。目前警方已于探风处前后各50公尺设置交通锥警戒绳。这条到83线是连到万丰、亲爱甲发地三个村的交通要道。顶个月初的大雨造成25公里的所在一直走山，险险就去影响到武界坝。官府赶紧来补强边坡，也毋过日落无风无雨，也是崩山。南投官府表示，会安尼可能是甲地质无好有关系。因为都是破碎，也没有什么，一到下雨它就会落下来。没有下雨，但是它那个土石本来就松动的。往武队那边的路，我们以前摊掉，现在很空的，所以比较没有问题的。破碎岩层加上小场冷揪起来，才造成这摆崩山。这阵发地村往埔里的交通暂时是无受到影响，不过这路段也是双向来封闭。官府也赶紧调来大型的机械，预计在27早起才发度抢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咱国内消息。昨国民党主席选举，党主席朱立伦以85000多票选调党主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发贺喜的信息，内底嘛讲到要为国家来寻求统一。因那朱立伦今仔日是以9二共识等等的讲法来回应。要做到桃园县长的朱立伦第一站下票为桃园开始，一日早起到中立区党部向支持者表示感谢，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顺利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党对党模式发出贺电，讲要为国家无统治，朱立伦以求同存异来回应。秉持我们党纲党章的规范，9·2共识，反对台独，而且我们希望在求同存异之外，将来能够进一步的求同尊异，这些都在我的回电当中。朱立伦希望习近平尊重台湾社会对两岸议题无共款的看法。不过，两岸议题伫这摆国民党主席选举引起结论，有学者认为这是朱立伦党内整合上大的关键。黄复兴党部这一些人的所谓的中华民国派啊，这一些的中心的核心思想，能够纳入到将来整个国民党的思想里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当然他这一块他就能够处理。除了党内的共识之外，他还是必须能够争取那么更多的全台湾民意的一个支持。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如何的那么来寻求一个平衡。明年9合批地方选举，党内提名要如何协调地方派系，也是整合过程爱面对的问题。不过，党内整合才多开始就传出有张家中支持者是要退党。现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对党来讲上重要是团结，将中反执政。亚中兄早上有传讯息给我哦，那我也会请他出来讲话哦。这个时候对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团结拉下民进党让国民党能够重返执政。江启臣透露，朱立伦已经甲约好见面，也希望朱立伦上任了后，能在上短时间内将党组织好，面对未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一个国际消息，美国有一帮火车为芝加哥要驶对西雅图去，伫当地时间25下晡传出败马意外。
目前初步发现有3个人不幸过往，而且可能有超过50个乘客受伤。因那代志发生的原因，目前要当地调查。这个美国国家铁路公司的火车，连那无伫铁轨路顶悬。美国时间25下晡4点左右，火车经过蒙大拿州乔普林附近败北，车顶旅客赶紧落车看卖咧，还有人坐伫铁轨路边仔等待救援。为现场旅客翕的画面，因看到火车厢已经出去，火车厢是规个变90度，倒伫铁轨路顶悬。这个火车由2节机车头甲10节车厢组成，其中有80车厢败北。根据了解，这班为芝加哥开向西雅图的火车，顶悬141个乘客，16个司机员甲服务人员。当地政府接到报案了后，紧急调派相关单位人员到场救援，初步确认3人死亡，受伤人数可能超过50人。除了受伤旅客送去附近病院治疗，其他乘客是被安排到附近的高中体育馆暂时安置。美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会配合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各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塔利班阁重新掌控阿富汗的时阵，虽然有邓先坎挂保证讲，美国用英国统治阿富汗的手段，不过其实这早就互看出，才过无偌久尔就破功啊。毋若讲会以严格伊斯兰律法来约束人民一切行为，嘛无接受外界任何意见。顶一日伫咧西部的大城，有4个甲人绑票的嫌犯，去互塔利班用枪弹死了后，竟然甲这4个嫌犯的尸体用吊车吊互高安悬，世界公开展示，这个手段实在有够粗残。伫个赫拉特街路上，这空场人真多，大家拢为着这台吊车伫咧看，毋是因为讲车本身有啥物特别的所在，而是因为吊车顶面挂着一个灰擦擦地的尸体。外电引用塔利班的信息指出，4名嫌犯甲当地一个生理人甲伊后生抓起来，结果互塔利班查检时爆发枪战，嫌犯全数拍死。随后，这4个人互运到赫拉特4个无同的所在，甲吊起来展示互看。هدف از اینه که دیگه مفسدین بیدار باشه حواس از اینا جمع 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这外国媒体报道讲，4个人伫什么状况下被处死，外界完全无法度来查证。当年阿富汗人民爱面对的更加严重的课题就是经济。مهم خیلی است. بسیار مردم بیروزگار است. بیخی در دستشون چیز نیست. در شب و روز نمیشه ما کار هستیم. گفتم تا روز ما 4 تا 5 ما پیداگیری داشتیم. حالا بعدم 200 هم صدر پون نمیشه. مثلا پیسا را برده بسیار مردم 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خوب نداره. کاروبار از دست خودم شخصا ماش داشتم مثلا 32000 افغانی کار میکردم. مامور دولت بودم حالا فعلا ما بیکار شدیم. 外电的报道指出，8月底进前早离开阿富汗的人，甲因的领出来钱全部拢摕走，加上这侪年来官员贪污，整个国家下入经济学所讲的流动性的陷阱，也就是讲，就算外国解除制裁，真侪资金注入到阿富汗，经济体系就亲像敢若破空的水桶共款，未发生什么款的效用。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即嘛是进入第5天。包括苏瓦蒂尼，也阁有海地等5个友邦，是拢大声甲台湾斗相挺。也那托瓦洛是表示，无应该阻挡台湾人民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也那日本首相菅义伟的发言，嘛互解读做是要挺台湾参加 WHA。苏瓦蒂尼总理以事先录好的影片发表演说22分鐘，伫結束進前用2分外鐘，呼籲聯合國來接納台灣。這嘛是目前伫聯大替台灣講話講上濟友邦。The persistent exclus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discrimination of its citizens in a system meant to serve international citizens is a gross violation of the unshakabl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那友邦甲台湾大力斗相竞，日本首相菅義偉伫聯大演說的時陣表示，希望替世界衛生組織改革做出積極的貢獻，其中嘛有講到袂當製造地理抗病。日本媒體分析指出，菅義偉安尼做是咧挺台灣參與 WHA。今回の経験から国際的な保健問題への対応にあたっては、地理的空白を作ってはならず。目前这一届已经有12个友邦替台湾发声，约平去年的总数。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关心在地消息。家己有一间透天的人家厝，当伫做改建的工程，从8月份开始拆了后，因为防护措施无做好势，
伫施工的时阵，毋若错人耳，规个碰碰用，一寡废建材、砖仔角是拢直接落落防火巷内底，严重影响厝边头尾的生活。落尾有人去投诉，市府嘛甲伊裁罚了后，才总算有改善。透天厝拆除工程假日无施工，也用布棚围掉咧。暗过附近民众说是怨言一大堆，因为这是因经过真侪摆定情抗议，施工单位才改善，大布棚才袂互土沙夜飞。咱个打，进前都无打，不然的话我们在这边出入真的很危险的。这伫该市的透天厝8月开始，地主委托建筑师甲营造商拆掉，不过工地防护措施无做好，不止废建材砖仔直接落入去防火巷内底，土沙、噪音阁严重影响厝边的生活。厝边大家拢认为，虽然拆旧厝起新厝是地主的权益，不过至少不应该造成厝边隔壁的困扰。挖洞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因为我们都是退休的人，我们地板会震的，好像地震这样。请他们派员就是把这些废弃物给看是要移除还是要移进去，然后并且要盖上帆布，以免会再造成那个严重的粉尘问题。环保局阁派人稽查，进前土沙夜飞依空污合规法，噪音部分经过测量无超过标准，都发出表示，这案件有申请拆除执照，民众检举了后回勘，已经依无施作安全防护措施违反建筑法罚6千。爱马上停工修改，这样个施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车头已经有80年的历史啊，进前因为铁路地下化的工程，所以暂时搬线。经过19年的时间，今仔日总算刷回去原本的所在啊。总统蔡英文甲几啊任的高雄市长，拢有来见证这个真重要的时刻。另外，昨晡高雄捷运传出有收到人要放炸弹的恐吓批，即嘛是伫咧警方伫咧高雄车头，抑佫有高雄捷运持续扩大巡逻。经过19年的搬线位，旧高雄车站终于要转去原位，嘛转去高雄车市的中央线，要代表高雄的新门户。总统蔡英文南下政府见证，在这里看着每一个屏东来大城市打拼的少年郎，补习班结束还要回桥头的高中生，还有车站前认真排班的计程车问奖，在人潮中卖便当的小贩，我相信现场有很多的好朋友，包括我们奇迈在内，也都是曾经这些画面的一份子。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一步步完成，有80年历史，地管是建筑的旧高雄车站，未来要和高雄车站整体工程深具结合，见证城市转变的过程。包括2002年迁走时阵，担任高雄市长的驻日代表谢中庭在内，每一任的市长感触真深。将这座火车站以迁移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是台湾的第一次。我们都充满了使命感跟热情。不仅是保留建筑，不仅是保留记忆，更重要的是保留我们高雄人共同的感情。因这老车站转来，真侪政治人物到位，不过前一夜高雄捷运公司接到警告，有人讲要伫3个车站放炸弹，其中包括和捷运同一站的高雄车站在内。提升巡逻频率及警网，那加强站体内的厕所、偏僻的角落、置物柜，加强巡检，来防范遭放置不明物体。虽然无排除是创治人，警方和高捷公司唔敢放松，继续加强巡逻警戒，而且要深入侦办了解。记者李小吴交关高雄报道。嘉义有一间庙，当初伫咧整修的时阵，捌请画家林玉山来画壁画，所以伫这间庙内底有保存林玉山5个壁画作品。即马庙方是配合台南艺术大学办导览的活动，希望和民众会当了解壁画，也佫有画家林玉山的作品。向大家绍介作品的背景，嘉义市这间苏龙寺内底，佫保存着国宝大师林玉山的5道壁画，这嘛是林玉山伫宗教建筑空间唯一的单壁画作品。到民国104年11月16日，林波庭这副院长甲嘉义市文化局陪同来庙里头，才确认这5幅图确实是林玉山湿壁画的他的真迹。嘉义市文化局配合国际日，特别伫市内举办相关国际导览活动。文化局指出，单壁画看得到林玉山的功夫，
希望民众透过导览来欣赏珍贵的作品。表岛咧施作的时阵吼，爱抹一张石灰，利用这个石灰，即要打过未打的时阵吼，这个时间点来作画。因为伊这个画若画起了后，就袂当来修改，所以对这个画家来讲是一个真困难吼，这个挑战。之前都想说，湿壁画好像是只有在国外文艺复兴听过那个米开朗基罗或达文西他们有湿壁画，然后所以我还蛮压抑说，原来嘉义有林玉山的湿壁画。透过台南艺术大学的修复，这个单表画会当互大家来欣赏。朱龙时表示，这5组单表画唔仅代表林玉山当初时的功夫甲用心，即嘛是家己市真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西班牙的拉帕马火山，伫台湾时间19开始喷发。火山伫这2天规个是滚车车，喷出济济火焰浆，还佫有火山灰。研究人员发现讲，即马喷的方向甲范围，若是愈探愈宽，可能就会造成危险。政府要求民众都爱随体力，不过因为四界礁拢是火山灰，飞龙机根本就无法度飞，所以等要坐船的人即马是排队排甲落长。西班牙当地时间2号透早，拉帕马岛上占全岛面积2/3的老昆布的火山，灰红的岩浆继续为火山口甲周围的地方传出来，画面互人心惊惊。因为空中翕的画面会看到大量打起的岩浆，将一大片的厝甲产地拢淹去。当地专家警告讲，火山活动的能量有增加的趋势。同时，伫主要火山口的西边有新的地壳地方出现。西班牙国家矿业研究所进一步指出，因为岩浆的出口一直扩大，火山锥体可能会随时崩起。为了安全，外来游客甲部分拉帕马岛上的居民过去几天陆续撤离。毋过，更较害是，因为火山灰可能影响飞行安全，岛上唯一的机场即马开始关起来，想要较早离开的人是真着急。Teníamos prevista la salida hoy, pero nada, se ha cancelado el vuelo y hemos venido directamente al aeropuerto porque la agencia que nos gestionó el viaje no coge en el teléfono, están todos los teléfonos, todas las líneas colapsadas. Hemos venido al aeropuerto y ya nos han dicho que vuelos para mañana desde Tenerife ya no quedan, ya tiene que ser para el lunes. 空中交通受阻，要撤离的居民甲游客甲能选择海路，当地渡轮码头就出现这种人客人的画面。这场50年来上严重的火山喷发，到目前为止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农业损失是真歹估算。当局因为安全禁止出海掠鱼1礼拜，后不少渔民同时面对家园被毁、各边讨生活的上场打击。因为当地上重要农作物之一金蕉，也面临火山灰甲岩浆要摧毁产地危险。公视新闻徐家仁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嘉南北海岸依然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南部过道都要注意会有西北风，而且天气嘛是真烧热。所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还有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